各位同學早晨，歡迎大家參加今日嘅資訊素養及新興科技日。以下落嚟，我會介紹下今日嘅精彩內容。首先，一年班會有影片問答比賽，完成咗之後會有攤位活動。小息之後就會喺課室等待參加一個Dash 機械人比賽嘅。二年級呢，我哋首先就會進行 Dash 嘅比賽啦。小息之後就會有影片問答比賽，然之後就會有攤位活動嘅。三年班先進行攤位活動，然之後喺課室進行影片問答比賽。而小息之後呢，就會去到新翼地下操場參加無人機比賽嘅。四年班首先就會去新翼地下參加無人機比賽。小息之後就會進行攤位，攤位完咗之後呢，就會有個資訊素養講座嘅。五年級第一節呢，就會去到一樓禮堂參加機甲大師嘅比賽。小息之後就會有影片問答比賽，最後呢，會有一個資訊素養講座嘅。六年班首先進行影片問答比賽，之後就會有個人工智能工具體驗。小息後就會進行機甲大師比賽嘅。咁到最後呢，就要收拾啦，同埋完成問卷。如果你係六年班嘅服務生包括係全部6A 班嘅同學啦，同埋部分6B、6C、6D 嘅同學呢，請你哋喺8點10分問準咗當值老師之後呢，就可以落去所屬嘅場地去向你嘅負責老師去報到啊！如果你負責攤位嘅，請你去到舊翼操場揾阿李 Sir；如果你係負責無人機嘅，請你去新翼地下去揾阿譚 Sir；如果你係負責 Dash 機械人比賽嘅，請你去電腦室揾阿鄧老師。係啦，呢個係6年級嘅服務生啊，而5年級嘅服務生呢，可以喺小息嘅時候聽中央宣佈，我哋呢就會安排你哋呢去到所屬嘅場地去到報到嘅。希望同學可以享受今日嘅活動，藉此了解一啲新興科技同埋點樣呢可以具備資訊素養。咁當值老師呢都可以呢趁呢個時間呢點名，然之後呢派發一啲攤位遊戲券嘅，只係適用於1至4年班啊。希望大家盡情享受今日嘅活動啦，一陣見。